来到体育园区所举办的运动嘉年华，今年体育局升级以后，会当看出比之前的规模较大，总共有12组精彩运动展演，其中用结合舞蹈的体操来展现力与美，上届吸引民众眼光。看官们，大家都觉得很欢喜，享受这个舞蹈，还有我们这种动作。为了加上多元种类的运动体验，要让大家用欢喜的心情，轻松来从事各种运动。嘛，希望无分男女老幼，拢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运动。18号下晡活动嘛正式登场，相当热烈。台南市运动嘉年华会正式启动 ，Go Go Go！ 今年要表示说我们规模更多，等一下有更多好朋友一起来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，通通都能够参与运动，热爱运动。咱多年来的体育处是今年成立了体育局，这是足地当来大家争取的，是因为咱的黄文球市场伊足挺咱体育人，所以讲咱这个咱体育界，咱这好朋友，咱是不是拢一定爱甲伊斗相挺，对不对？伊挺咱啦，伊挺咱经费拢用啊足济足上足，所以讲咱的活动会愈办愈好。每一档99体育节拢受到民众满心期待，因为有运动嘉年华的盛会，喺体育园区热闹滚滚。市长嘛甲所有民众同款，利用假期来体验放松，甲民众做伙同乐，希望将运动用入生活当中，互大小朋友拢增加欢喜感。今日新闻，阮子采访报道。